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唔定好谈垃圾有无？广播节目嘅主持人一般来讲只听得到声音，看唔到人，故所也都为一种神秘感。今日节目一开始，我哋让介绍一下广播主持人。佢刚开始就会因为冇想本人看到佢嘅样嘅，才会去做广播。我啥也因为做广播，本佢有勇气去面对人群。佢喺刘丽凤，一下有冲突手语麻痹症嘅人。石油医生讲，佢一生人都冇办法行路，佢也是老闺女、老自家关到间房地度封闭自家。不过以下嘅佢唔单止靠自家嘅力量企起来，还从头主持大型嘅活动、讲演、老表演，去年佢还当选呢实体杰出青年。一个转变係样办发生嘅咧，記者張飛儀、老齊偉文，我讓我講一個激勵人心嘅故事。推单嘅歌手扭定眼神，充定强壮嘅歌诶，记得嘅歌聲溫暖又感動人，本台下嘅觀眾也因特殊田定合唱。其實我覺得蠻感動的，因為他們的歌聲，還有他們所唱的詩歌，特別是在他們唱那個不要為明天憂慮那首詩歌，真的我覺得心裡面真的很感動。他們的身體啊，就是有一些缺陷，可是他們還是很堅強，就是很讓我感動啊。表情當豐富，當愛笑嘅劉麗鳳係也在陽光笑語二重重嘅陽光。幾個人就將名嘅形容按神法要等人下，老卡位強建設嘅團圓笑語前元狗都冇形容。陽光從頭會搞笑語一條舞台上嘅技巧，估計佢唔是按緊張。那麗鳳吼，佢當佢說那兩隻怪哈，那個吼當愛殘障街，它像是舞棍啊，都會跳舞。原來佢同我唱歌誒哈，那其實應該是很膽小哈，他看到佢很有自信的那個樣子哈，我深深被他吸引住。然而兩個人來到台中嘅高飛，劉太家講自家樣板行出刺鼻猶豫嘅經驗。記得咩從頭到好教監獄，鼓勵後生朋友老熟見人，勇敢面對人生嘅挑戰。我們聽到他們詩歌，也聽見他們所分享，他們怎麼樣從一個封閉的生命當中，因為認識了神，因為要知道活着不是一個好像垃圾這樣子，而是一個美好的生命。他們勇於跨出那個封閉的生命，勇敢地走出來。來，啲兩個吼，當艱苦吼，容易行出來，容易幫人幫忙吼，底下都得站在別人的面前來訴說我們的故事，其實那個才是重要。然後啲真心的把一首歌唱好，那個才是重要。那都是唔會安靜嘅。兩個行路唔離片嘅什麼嘢？用笑容老歌聲，唱出當好聽嘅詩歌，本台下嘅觀眾吃到當溫暖，就連佢哋嘅指頭先生未懂感通。其實我覺得他們在我的心中，他們不是殘障，因為他們心裡沒有殘障，因為他們是非常健康。雖然他們就是身體就是不是很方便，有時候看他們就是好像就是還要爬樓梯，就有時候到地方可能要爬5、6樓，他們一個一個爬上去。可是他們在分享的時候，那種勇敢、那種勇氣、那種喜樂，所以我覺得他們站出去就是一個見證。唔單止去到台風唱歌本體家堂，李麗鳳嘅條路係廣播主持人。聽眾朋友早安，非常歡迎您再一次的收聽微信全真情節目，我是麗紅。在這次的春節假期當中，不曉得聽眾朋友是不是度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假期呢？當日早晨7點就要到天台做事，劉麗鳳非常中意做廣播。廣播哈有幾迷人的地方啊，當到您佢唔識愛，佢咪唔定愛那怪昨天係唔過佢聽到愛廣播嘅聲，佢講愛安慰陪伴。
亲切，哈，佢讲嘅上地步有有社會感覺。帶劉麗鳳行醫廣播劇嘅先生係資深演員廖偉凡。廖偉凡鼓勵佢行醫人群自家採訪製作節目，唔好因為自家行通唔呢篇受到限制。唔過也對行通唔呢篇嘅劉麗鳳來講係動態嘅挑戰。有一擺佢就本配人用法少納。有一擺係我去參加一個記者會，我去到嘅時候，哦，佢收佢簽名嘅小姐，可愛哦，可愛安尼講，也天台無人嘅係無，安尼講，我都講，係啊，都出藝世界啊，做得無，我都笑笑安尼同佢講。雖然講係笑面，唔過劉麗鳳嘅新冠度受到動態嘅傷害，就算咁樣，佢咬定牙堅堅持下去，因為佢要證明別人做得到嘅事情，佢未做得到，還愛做到更好。我覺得麗紅姐在我心目中，她應該是超人吧。據我所知啊，因為她在電台上班時間是早上7點就要到，所以她必須至少6點要起床嘛。然後下班之後，她又有其他很多不一樣的服務的工作要去進行，到各處去演講。另外一方面，她還寫書，所以她在回到家還要照顧小孩的情況之下，應該好弄完所有家事，大概都10點了。然後10點之後還要寫書，每一天工作時間都非常非常的長，但是他還蠻樂在其中，每天看到他還是充滿活力。歸心投入廣播工作19年，劉麗鳳唔但將有眾多嘅獎項當中，還拿到眾多嘅獎，得到肯定。94年，佢還當選10大傑出青年。劉麗鳳證明嘅自家嘅實力，唔過佢當謙嘅講，自家係做好做嘅事情天天。對我來講，我都係盡力哈，對我廣播節目地方，我不是為了得獎去做節目，都係做節目電台因為做得都係代表電台去參獎，好參加對我來講，我都係希望每一年都有冇同樣嘅進步，哈，都一點點進步。從事廣播工作有當好嘅成績，劉麗鳳感謝先生、同事嘅天數，還有聽眾嘅支持。對人生嘅路途，佢做得企起來，勇敢面對自家，也還要感謝一直冇放棄佢嘅阿妹。不管乜人講中醫、西醫，所有乜個人講較歪，乜個貼好藥，乜個偏方啊，全統統用過，用到我卡有錢，用到冇辦的錢，價錢沒得用而已。因為麗鳳啲天係害怕，我冇願意做嘅生意咧嗬，看到佢一生意都天係害怕起來，所以無論如何價錢啊嘛，價多的提議。劉麗鳳2歲嘅時節受到小兒麻痹。用肌肉嚴重嘅變形，醫生講佢一生人做唔得行路。不過阿妹唔甘願本麗鳳一生人都只做得到天涯恐怕，把登佢到太醫求醫，但因為自己唔合，受到欺騙。不過佢嘅阿妹還係唔放棄，但係把登佢去到復健中心草木嘅順康看，全部家長照單按樣為佢做復健。我1連去了差不多1個多禮拜，我都站在窗戶外面看他們的那個醫生怎麼物理治療，結果常常被人趕。過後，一位外國嘅先生總算注意到佢哋，透過一位先生嘅聽數，劉麗鳳總算做得入復健中心治療。經過500個大手術，到15歲，劉麗鳳總算做得可能貼鞋快滾嚟企起來嘅。阿妹為到本期學習獨立，就算跌倒，沒有給自家企起來。有人來指指點點罵我，這個媽媽你看，足迄個心肝足響的，迄查某囝咧跋倒，無要甲看啦呢啦。他們要幫他，我說拜託你們，謝謝你們，不要幫他，你幫也幫不了。我本期自家學啦，必須練獨立嘅精神啦。自家跌倒都自家放起來啦。身體嘅唔利片，本劉麗鳳一直冇辦法接受自家，
只有20年嘅時間，規日關到屋卡冇出門，阿妹只好帶登記去參加各種嘅活動。第有100個慶賀活動，轉變嘅劉麗鳳嘅人生態度。就講啊，你們都慢慢走哈，沒關係。啊，走不回來的哈，我們會派垃圾車去把你接回來。佢講嘅垃圾車啊，哦，那一趟啊，旁邊大家都在笑，應該都有人開玩笑嘛。那動錢嗰個，那以前唔敢就講呢，那唔敢喊出來，就動錢吞死架當做垃圾窮用。哎，我可以，你怎麼也把我當垃圾？哦，我都動錢。他就動錢了，我一定要走回來。幾百個慶賀活動，劉麗鳳行嘅4點鐘總算轉到終點。規身早就本鐵鞋冇到血流血促，不過佢未發現自家其實都堅強，當到別人做得做嘅，佢未做得做得到。從健行、潛水，好，然後再抓蛇，後來我一跳舞，好，我有寫劇本。好，當導演，哈，演戲，哈，啊嘛個我都開始我都去學習，哈，廣播等等，我都想用我做得去做，我做唔好唔怕學困難，好，這都係朋友給師傅我鼓勵。100過後，劉麗鳳自己開始新嘅生活，作為當到從來唔是做過嘅事情，人生未變到都冇強用咧。佢談戀愛、結婚，講嘅生意嘅。還有一個幸福美滿嘅家庭。有時候他要去各地教會啊，去分享、去見證，那我就負責帶小孩去我們原來的教會聚會這樣。所以時間上比較，除非好像是比較長的休假，我們才有機會出來。有機會全家人。哎，對對，在公園裡面走一走這樣。那一頓來哦，我就以他為榮，真的以他為榮。因為我已經唔會哦，殘障、小兒麻痹，佢有安幸福嘅家庭，這個就是我的光榮啦。我都最大嘅安慰啦。我大擺都鼓勵我自家講，我一天要當2天用，因為我以前浪費20年，後面20年就要一天當2天用，好，安尼好積極，好，可以更積極去面對。好，我面對事情，所以我起啲路行哦，我唔會寂寞呢，我都會緊看、緊學。人生做得有幾多種人生嘢，時間過得咧就冇咧。也下嘅劉麗鳳總係知道時間唔拿用，因為想要做嘅事情挺多嘅，廣播、唱歌、寫文章、講演、主持，佢都盡全力去做。劉麗鳳希望，無論係身體也係心靈舒爽嘅人，都做得因為家嘅故事，可會把握時間，散漫企起來，創造屬於自家嘅機會和希望。看過一隻報道，唔係咪也感受到劉麗鳳嘅樂觀和熱情呢？假使嘅時節，劉麗鳳冇行出來。佢每從以下同樣有幸福美滿嘅家庭，有穩定嘅工作，很卡唔是講讓自家發光發熱去照亮別生人呢，也係因為佢勇敢嘅行出來。劉麗鳳發現，原來生命有無限嘅可能性。以下嘅佢對乜個事情都親有興趣，佢還講想去做編劇咧。佢也鼓勵每個人要勇敢嘅行出第一步，去掌握屬於自家嘅機會。我最大敌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态，心理突破得了的话，其实敌人你也不用管他是谁啊，你就给他打下去就对了。歡迎進到節目現場。2001年，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持守研究公賣制度，
首先受到影响嘅就是已经有100年历史嘅中盐产业。研究公司单年减少19年到今年係最後一年，也就是講台灣嘅中鹽產業從今年開始就會行業歷史。客家新聞雜誌從這個禮拜開始將會連續推出鹽內鹽業內列報道，帶來分析台灣嘅中鹽產業。講到鹽內，當然應該就會想到高雄嘅美濃。冇錯，美濃是由台灣最大嘅鹽田，由鹽內王國嘅好名聲。中鹽唔單止讓美濃嘅經濟變好，也係美濃體育嘅文化。不過美濃嘅鹽田從最盛時期嘅2000多公頃，到以下冇到200公頃，當到嘅鹽農面臨冇鹽內做得種嘅情況。從興盛到沒落，美濃做得講係見證嘅台灣嘅鹽業史。記者詹素雲、劉鳳陽山就帶人向下來回顧一段中鹽嘅風範。另外還有嘅就係人呢，高雄美濃係種人呢最多嘅地方，就人呢王國嘅好名聲。早啲60年前，兩會就開始種人呢咧。過去人呢係美濃人最主要嘅經濟來源。阿爸，天許過年哈。年咯，我花我。你要做嘢你按辛苦啊？唔會啦，10個年辛苦嘅。花東族係今年日頭最熱嘅時節，高雄人美濃鎮嘅藍田地都68歲嘅鄭同權老師權年歲差唔多嘅阿公阿婆，是按用年定日頭大下一片大嘴鼓，一片動溜溜嘅博下人呢。我見到年長咯，見吧？我已經10嘅阿哥兩個人比人呢，都16個人。見吧啊，10年呢都按多年嘅嘛。係按多年咯，冇按多年咯，一波唔多。一波人呢哦，好啊，2000公斤，按多。我喺你炒藥，我14炒呢。東人頭拿大人的馬，來到人農沙沙歸順報道實實，某日下嘅事件是已經冇看到韓流脈絡。門記到做乜解每打造下量嘅時間來責人呢？來到人農小人講，因為大到露水嘅人呢，這個時間還會難聽，第二頭大下做事是為了人嘅品質。就是頭責啊，露水濕吧，人呢冇乾身，責嘅濕吧嗬，個唔冇啊，我個會烤上啊呢，啊下早頭會嗬，濕包煮嘅啦責啊，人呢曬啊，呢頭曬個乾身呢，安尼都責個好。係咪又少呢？人呢啊，個好食。日本書台默契當時嘅台灣總督府專賣橋就計劃嘅喺台灣推廣種植呢，美濃種植呢已經超過60年嘞。照台灣研究公司嘅資料，台灣就屏東、台中、嘉義、花蓮四大園區，種植呢嘅鄉鎮就39隻，面積加起來就702公頃，其中單搶高雄美濃就種了155公頃嘅園田，佔全數嘅5股1股，種植呢嘅人家慳下佔了總戶數嘅4股1股。全台灣種鹽嘅面積還是最適種，還是提嘅美濃，1/5嘅面積美濃啊。每4個鹽農排強下有1個就係美濃人。最深嘅係同地方攞一片人工，熱天嘅可能應該全部種禾嘅，一到冬天嘅嗬全部都變鹽嘅，嗰度留到外地朋友來也都有黑白講唔切，都會講嗬，你美濃人實在有厲害，因為種菜啊，都種到比鹽高啊。那個是全盛時期啦，鹽呢，哎呀，搶啊你家族家畜嘅有嘛，好呀鹽料都。搶一條巷佢都要切冬天咯啊！講衝啲啊！係呀，都天咯啊！都而家你用嘅手講天咯都係啊！而家人哋冇種過有嘛？全部天咯都閒置下地位啊，比較多倉庫誒。可能幾條空空嘅巷啊，然而佢見沙屏東婚紗嘅婚紗中，充滿上如動態嘅土壇。佢講地種植呢最多嘅時節，美濃有1791戶人家種植呢。就然呢嘅季節，貴州美濃鎮差唔多係家家戶戶都天同起來，你下啥點熟熟咧？人家嘅人呢是做唔得比頭擺啦，頭擺很，你人呢當多嘅下哈，
你像下明年慢慢的人家做样的些，下几条巷的慢慢的人家做样的些。在下落嘅人呢，仲得用叫按样片送热机器都拍照，韩国配到从安用人变做金黄色长做的。从细就听了阿爸从人呢嘅刘文海讲起路跳摆，做起用老式嘅燃料配人呢，仍然24点钟3人轻夜都爱入人众人，种得动帅。你是台湾是个当政府嘞，你看台湾是个好像应该收潮，人家火冇比乌黑啦。我乌黑唔都有人有选择冇，啥人咩？都做唔到水冇做错诶。做唔得咯，下可能個貨冇被落土啊，落運土降下嘅時間，人呢會盡快啊。最多嘅時間，民農軍攝入1800兩件嘅燃料，呢下人農就請佢用天然石皮來取代傳統燃料，做好10天之後就搞半天然咧，變到強鬆動作。我美麗開啲做乜㗎？啊，係人咧，係人咧啊！我結叫張都在下。生意啦。生意啦。早上下車，早下唔得咯。冇係你都3-4點咪都空床咩？啊，做你從日做 work 呀，冇一個人你冇得講，喺外聽個很嘢，就個一個月爆起咯，從你爆起呀，啊冇下冇得講嘅。雖然變強鬆咧，唔過老其他嘅作物比起來，仲讓人嘅生活還係又辛苦又麻煩。將為人發用嘅維配人奶、種植、採收、分燃嘅都分開，但行生活都愛動到嘅人工。包紅菜歐陽咧最齊個，有冇個？我不養你呀！你要買起來啊！最齊個，個紅菜咩做啊？係啊，歐希嚟啊，公義啊，我平平咧。多年年，年前嘅咩？日個蟲咩？可以種啊！日個蟲哦。哦，在呢個時節啊，樹苗腳苗啊，有冇？唔會，唔會啊？關你啊？樹腳細啊，係樹硬腳啊。啥意思？啊？啥意思？我40歲我都精神好好嘅呢。經濟研究從日歸人嘅老同業係從無嘅產培人。幾多煙農種嘅一歸以後啊，哇！個腰骨也痛，腳也痛啊，全身攏痛嗆嗆，因為農藥又撒幾多，所以有的時候做訪問時看到煙農走身上去撒農藥，下晝就去誅殺誒。就這樣非常辛苦，非常辛苦，但係人還是唔會講。辛苦當然係有價值嘅，老總部相比日級嘅人天數日，大約比日級嘅保額多5萬元。國家從人呢係大開咗嘅，政府做錢保證價是數嘅，就為咗按到嘅農民來種人呢。從其研究人入嘅風險來分析，民農會變做人呢太近，其實老客家人嘅性格就動態嘅關係。當時人家提起對外溝通冇按封片哦，所以也冇其他限制。還有就講客人性格地位，過去有一種過求穩定的嗰種性格嘅方面哈，所以對於講做案嘅公務農哈，基本上係能夠有興趣嘅。頭擺農民老人呢工作係60萬幾，主要係因為民國92年1月初日，專賣條例廢除之前，啲人就專賣制度保護之下，購買強用1公斤總權200個元嘅保證價是數給人呢。算起來，是甲台嘅人天就做得賣超過40萬元，係講入數線人農族熱天就千傳，老其他看天食盤嘅農民比起來，數日係下半天嘅。可以保證價格跟數賣，保證斤量跟數賣，還有天然災害補助，還有就安尼預支借款，甚至於等等，安尼資產補助，使得人農可以安心講係經驗種到人呢，我哋講都可以生活，叫生意呢，我就可以打平一切的收費安尼啊。
不过到了民国76年，政府开放燃酒进后，国产燃料的需求量减少动多。92年，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之后，取消燃酒专卖，韩国废退气候制，某各种保证驾驶输给国产燃料，就慢慢减少韩国大占面积的风险打开咗，输给燃料到今年为止，燃料产业受到了动态的影响。民农两张燃商，燃田面积从最多2235公顷，仅减少到155公顷，减退了2000公頃以上。照顧3分嘛係照顧，啊照顧3格，挨嘛係安尼照顧，哦，挨上用安尼人力去照顧啊就樣呢，啊相對的挨收入變成了都冇挨以前的1/10。能夠係繼續合中，就過好咩？哦，喺冇中政府冇按中嘅咩冇都錯冇，你還冇團隊冇做，還一般如果難的咩，啊東西會空壞，東西冇用會空壞啊。睇嚟燃田面積減少，民農嘅燃料鋪頭站掠到老燃料與動態關係嘅建築，快嘅快，差嘅差，本帶動民農嘅運總量都唔攀得。佢講燃料唔單搶長期咧民農嘅產業，還下促進咧民農體育嘅文化。這啲東西唔見睇咧，民農嘅文化將工作嘅變容咧。原來還是能夠有部分嘅保留啦，哈，也保留下呢作為都講以跟過去民農業嘅都中原嘅一種傳統文化嚟講，有一定程度嘅一個見證啦，哈。像個頭人咧，就講啊，都唔多先成熟，唔多先成熟啊。有乜講唔成熟？你講個湖咩？像個頭人咧，就講啊，都成熟嗰啲人咧，哦，做下喎。個喎，錯啊。從14歲就開始種燃料，鄭同權老燃料結嚟越成年嘅燃粉，種燃料本期宣教林業，對種燃料佢有一份並唔下嘅情感。這種年歲安排咧，怎麼還來做呢？邊人工快搶啊！啱啱連女學，女學俺做熟嘅咩？一般人冇經驗嘅嗬。摘出來學唔到啊！你乾燥出來嗬，變強的做唔得啦。講到種燃料、配燃料，鄭同權是係世界專家，啲民農大部分嘅燃料都留佢享用，是係唔盼得可能天體風體，就算係已經到嚟做得幸福嘅年歲，還係繼續種燃料兩份安辛苦嘅條路。有一年那個網到，那個草莓網到，我係數年。仲係保安嘅樹，影響我媽係點啊？佢講啊，爺爺你活該呀，活該呀！我怎麼活該呢？哎，你在家裡看電視不是好嗎？哦，你不是活該嗎？可能倆鬼片長睇嘅燃田，鄭同權小人講，佢條韓國嘅為數做到草莽嘅高精強用，日批入嘅都唔錯。台灣燃業嘅未來會讓百年發展，係咪還有燃料做得做冇見地？不過鄭同權講，係講有天佢作為金剛中，東軍線嘅笑容地圖，係你看到咧農民嘅艱難，韓國對土地東遷嘅情感。透過園內本農民工作係60黃金，因為啲研究專賣制度嘅保護之下，一甲大嘅園田做得賺42萬元，撈其他款田示範嘅農民比起來係當多嘅錢。由於到民農嘅園農賺到錢，就揾生人嘅去讀書，故所將會由民農出博士嘅好名聲。今年係研究公司最後一擺輸給園內，雖然行政院長蘇貞昌可以一張政治支票，愛本輸給園內，估再加1年。不過園內無透過嘅好光景已經係事實咧，種園種嘅一生人嘅農民，未來應該用個實力，格所以轉移要咁係簡單嘅事情。下個禮拜嘅園內園業內列報道，你哋再帶人去了解台灣園業面臨嘅困境。這個田啊，這個農
人家讲会哥，24，哎，你好，李小姐。苗栗初球员，上了台北，差不多要34年，上来本来没做夜访的，结果大做工啊，用茶叶熟的，买甘蔗，买饭条，买豆熟啊，全部做过的，有机会当做夜访的，夜访差不多做22年，一个两个，这最后2个。本来2个12块，最后2个10块钱就好了。谢谢。老板买东西。你家有出名啊？你做的生意较好就做的诶。人家做较好的，他有钱赚啊，然后当唔来啊。因对人好冇好，然後就唔會來。你好，來頭啊，當大寶哦。老外不用等3萬，真買落啊！落買下來學睇死我，學咗22歲，你用穿的錢去學死我。山啊高唔衝啊，橋啊唔哪裡開哦，哎呀路嘅唔行啊裡頭上，溜退的來喲。一做咯冇停紅都會休息咧。見做下啲。係啊，見做下啲。全台灣總共有29隻有機米選手班，接下來我哋介紹可能係其中最老嘅選手班——花蓮市有機米選手班第一班。一個選手班總共只有14人，平均嘅年齡超過為70歲，加起來總共有1000個人歲，每3人總體都會有7-80年嘅老經驗。不過記得沙地一個時節，再過做100學生嘅，從頭來學改種有機米。有的老人家雖然當老嘅，有的人甚至唔識字，就係當認真嘅上課學新東西。理由當簡單，係為了讓大家得到健康，也為了愛惜土地。記者易思涵、吳湘平就帶你去認識一隻天下老農第一班。佢係花蓮市有機米選手班嘅班長邝天德，今年63歲，種田也種了60年，年長過話睇佢就無限頭嘅4天。在邝天德身後，還有一個通咗流力嘅江中人，係無講唔天錯唔地，佢係邝天德嘅阿爸邝班春，今年已經93歲嘢。唔過4天所落嘅通咗，一時也唔會數份後生人哦。一片1.2公頃嘅田丘，2隻也完全採用有機無毒嘅栽培方式，冇限農藥，也冇非化學肥料。還沒有耕作之前，我們就把有機肥就釋放在田裡面了，然後再做一個粗耕，粗耕之後才灌溉，把水引進來之後才第2次的整地，
才插秧。那这些有机肥都是植物性，比方说，米糠啊，大豆啦，这些东西去发酵出来的东西。孔田的两只牙的年纪加起来超过150岁，2、3年做的高度种田种了1年内。本单见到除了一般的耕种人同样，会先农药，会对化学肥料，本货为上到很卡好。一直到9年前，孔田的决定都转到最原始的耕种老方法。从一下田长4天最近复苏了梅害，加到某些药的改用天然的苦茶泡来防治，效果同样当好。它不仅是比化学用的东西好，而且它有肥料的成分。它这个是植物性，当它发酵在田间分解了之后，就变成有机肥了。除了爱防虫害，也爱防止掉尾。天空野草聪明灯就是最好的夜间舒服站。它是利用太阳能的，我们装在这稻田当中呢，到了晚间呢，它自动就灯就亮起了，它灯一闪一烁的。那雁鸭从空中在飞的时候，它看到这里有一个警示灯，有灯在闪烁，它就不敢下来。比消费者设计空间也比皮肤土地环境，空间的即刻老804农会合作，加入有机米生小班，一下扮演总共有14、3年，到3年都有一本田间管理记录簿。无谓的生长情景、耕种的进度，总下爱写上去。因为但是扮演年纪都当太爷，有的人甚至54，故作农会当做多嘅设计业按用嘅帖子，本扮演还看呢篇来记录工作日子。这车子里面还有贴纸，按这个设计跟我们一般日历一样，每天做了什么工作，就用贴纸来贴。不会写字的后面这边。还有可以用写的，就不需要去撕贴纸来贴。从一条记录田间工作的专业谱，做来了解大家农民喺唔係考试执行有机米的种植流程。前冇結構發生嘅原產米還有池上米受到農業污染嘅事件，佢哋也謹慎防範。各個契合人員呢，不斷地在田間巡視班員，他們林田有沒有做什麼在提醒他們不要受林田的污染，而且我們每個班員所生產的產品呢，都是各自存放，不會混在一起。將啲順豐全部拜託佢講嘢先農藥拜託而家嘅田船冇人嚟食，嚟自家將去拍。冇俾飲到都俾分咧。當飲嘅啦嗬。今年83歲嘅梁春生，當日大早就去巡田，尤其一下將4塊田空嘅水量要控制度好，否則就唔會糟蹋，也係半檢視。去年咁樣衝緊佔多咗。衝到要佔到，有啲衝潛啦，什麼意思啊？衝潛，啲意思冇衝完嗰陣時冇可能個嘟好啦。你喺做乜咯？作水啊！有70年耕田經驗嘅梁春生，6年前將加入有機米生小班，開始轉做有機米。你做有機是冇農藥嘅呀，唔是食農藥嘅，對身體嘛有幫助啊。你講普通一般，就嗰嘢講，耕種人來講，你講種菜也好，種蘑也好，乜嘅東西咩樣樣，一天都食藥嘅嘛。你藥佢食到以後，價格咁都叫，可能效果不一樣啦。有得講，講唔怕講啦，都要按到寫，你咩我想講，唔好全部講想，你自家好都好啦。
哦，这个我是讲的情况啊，他这个好样好，了最重要的做人的原则咯，其实唔是迄个想法是按啦。種有機米，無論係對自家也係朋友都有好處。係一條老港中人願意改變港中習慣，重新學種有機米嘅原因。新小班當中，老梁村成供養自稱嘅班員，還有一個82歲嘅顧良秀。佢唔但搶鋼鐵，還有一隻3分大嘅菜葉。顧良秀1200本年為創作，出身腳嚴重挫傷，也行起路來雖然腳白白嘅。唔過期待學到法，佢供養當年到田行去做事。我有當2擺，54歲當擺啲腸仔攏走出來，我用碰按摩掉。啊，即擺你啊？嘿，54歲，啊，即擺79歲，我搭一個爾，倒佇遐，唔知人去，啊，才扛去，甲我扛去爾，叫我車甲送去住地啊。這嘛是有得到啊！看到顧良秀腳行安泰嘅爸就做得啲，佢用時有決定唔驚。不過顧良秀有港中人體有嘅敬愛心體，再冇出熱意，還做得挺通，佢切對行唔下來。顧良秀老梁村生都係典型嘅台灣港中人，就像紀錄片《無名老》當中嘅昆賓伯供養，樂天地命。昨天作為一生人，年紀安太爺將開始種有機米，全部從頭開始學起。佢哋講一做就係做到最好。故所一群條那麼澎湃嘅老港中人，認真上課學習有機嘅知識。佢哋係呢次嘅新小班，按呢一個東上人主義嘅名義，按做天下老農體班。一粒粒扁頭又飽滿嘅有機米，卻也到年紀加起來有幾行百歲嘅老港中人，也到嘅心血結晶。所剩嘅米全部由花蓮市農會塑膠統一處理，經過真空包裝，就做得上架賣嘢。今年嘅產銷班10個夾嘅有機米嗬，幾乎都那講種出來樣嗬，攏賣唔拉啦。攏花蓮市都賣當好咧，啊，如果都栽培到我先要去台北啦，台北該片嘅反應咧非常好啊樣。花蓮市有機米新小班當年嘅有機米產量有100噸，大擺都賣到唔拉賣。嗰所謂上嘅行卡多嘅港中人加入種有機米嘅行列，從一開始73年增加到以下嘅14年，其中班長孔田德嘅田。行卡係本農業會花蓮改良場指定做水稻新品種嘅改良示範農田，一心一意種有機米嘅孔田德，另外還有一個佔地行卡大嘅農場，就在亞蒙沙釣魚嘅花蓮縣蘇鳳橋。一櫃太片屬於台糖公司嘅土地，孔田德留其他農友共下漂嘅31公頃嘅地來種毛土青菜。這個玉米呢，哈，是用有機栽種，沒有使用化學肥料，也沒有使用農藥，所以這個是，很安全的東西啊。那而且可以隨便從這裡拔起來就可以生吃。這個玉米粒，你看可以看得它長得很完整、很漂亮的，而且，這個營養都很豐富哈，這個整個玉米粒長得非常整齊，很漂亮，這個都是可以生吃的哈。這很甜，很好吃的。有點像小小的。唔但將係包小，也櫃太片看起來像係一條條細細嘅蘆筍，咬下來甜甜就做得食。甘甜嘅米絲本然都難甜變態。因而早上落嘅雨，天嚟看又掉嘅冧冧。孔田德嘅本娘係有咁乜嘢，也皮定佢窮下去農場自理菜園，完全唔會吃到艱苦。尤其係乜嘢，一下行卡係全新嘅田德阿爸種菜耕田。
因为你一个念头吧，我是觉得说一个念头如果认为是很辛苦，那你整个做起来就觉得非常辛苦。那你开始的念头是就觉得不是很辛苦的话，那就什么事情都做起来都很愉快。我是很舍不得他来投入这一行的工作，但是这是他的兴趣，因为他姐姐是投入空门出家去了，本来他还是想去学佛后来他姐姐说，爸爸妈妈也蛮辛苦的，你就能够帮爸爸妈妈，在做这种工作也是等于修行，所以他听了他姐姐的话，感觉到没有错，这样做是蛮好的，他就渐渐接触到这个，越做越有兴趣。从游记嘅工作想法体验出人生嘅意义。空田的兩子爺還有天下老農體辦嘅扮演都係一樣。對佢哋來講，巴黎嘅好山好水係佢哋最珍貴嘅資產。佢哋要用自家嘅雙手好好痛惜一片土地，種出大家食嚟都安心嘅蔬果土米，也幫大家見識到佢哋嘅功力。雖然是動態嘢，同樣做得騰上遊記嘅潮流，比傳統農業快創出新嘅天地。記得紀錄片《無米落地度》嘅啥老農民困兵白忙，佢嘅樂天之面，韓國對土地、對耕種嘅堅持，唔啲感通嘅幾多年。一種台灣農民嘅體質，按到啲抗天的梁春生高古良秀嘅身上也看到嘅。就算已經70-80歲嘅，就算種田賺到唔多，就算係當辛苦，佢都係堅持愛種出做得本人安心食嘅好米，一樣嘅精神，同樣本人感通，還較值得尊敬。以上就係一個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，感謝大家收看。我提醒觀眾朋友，從3月份開始，按到第13台公共電視嘅重播時間，改到特集禮拜6嘅暗晡頭6點，也請繼續支持。同時也冇唔記得，係在禮拜3嘅暗晡頭10點，準時收看17台客家電視台嘅客家新聞雜誌。希望大家按時食，再會。